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羊排、羊腿，乘坐专机飞到这里。玉一样温润的脂肪中携带了牧区水草的甘美养分。划开筋肉，掠过骨头，改刀的原则是为了火力向内部渗透，刀刀击骨，分而不散。钢叉出鞘，寒光凛冽。钢叉穿肉是个手艺活，是集合了重心、解剖和立体几何的复杂运算，为的是应对长时间烧烤需要的稳定以及无数次翻转。如果说羊肉是14在成都餐饮海洋里劈波斩浪的压舱石，那这个成分神秘的水料就是点石成金的金手指。店里所有肉类必须经过它的洗礼。家里面弄好粉，然后就给我包装好，就寄过来。草原人民都知道有些哪些植物磨成粉一起吃，它就会有助于消化和吸收这样。然后烤肉的时候刷上去就可以了。就是我们家的烧烤是以这个为主，每家的不一样嘛。羊排、羊腿一定要小火慢烤，不易烤透的边边角角还需要小刀进行针对性破坏。这种带骨的大件神秘水料要刷到5遍以上，与羊肉亲和度极高的香料层层渗入，水分则保护了珍贵的表皮，避免烤糊影响卖相。30-40分钟之后，羊肉变为金黄，一件手工打造的艺术品准备出炉。吃羊排得遵循蒙古族传统吃法，上手，这是对羊肉最后的温柔。